第二，厌患对治力。好，前面呢我们讲到的就是所依对治力，对不对？所依对治力呢，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前面所讲的主要是我们所看到的佛像、佛经、圣地、经堂、佛塔等。就是在法会的现场也好，反正就是说看到的一切，就是作为一个所依对治力。但是真正的这个内心的我们所依的对治力，就是我们修持这个金刚萨埵的观修的时候，我们土顶上观香的这个上师于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出现的这个金刚萨埵佛，这就是我们的所依对治力。那第二个是怨患对治理，对往昔所造的一切罪业升起后悔心。如果既没有将罪业视为罪业，比如说我们这个怎么说怨患对治理当中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后悔的心，有后悔的心才可以会忏悔。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后悔心的情况下，罪业忏悔也是从前面讲的一样，不会完全消失，只是会变得少一点而已。这样，所以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怨患对治理当中的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首先要知道过去所造的一切业力，要产生一个后悔心。那么产生后悔心是我们所谓的过去所造的一切业力，是我们自己今生所知道的。有些实际上很多普通的人来说的，今生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力并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从相对来说的话，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在这个这个世间轮回当中呢，就有不断的因贪嗔痴的缘故呢，就是有不断的造了很多的业，无数的时间里面所造的一切的业还是在后面的。当然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修善的部分，所以就是有做功德修善的部分，所以这一次当中有获得了一个短暂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因缘，好的因缘跟机会。但是这一次我们获得人生，而且是我们已经接触到佛法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过去在无始世来到今天为止所造的一切业力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已经没有业力了，所以我就已经获得了人生，而且是成为一个修行人，那是不对的。还有很多的说不定就有更可怕的业力还是在前面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到了时间的时候就会出现的。那么在因果方面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有形容嘛，就是梦境然将的尊者也是有讲然后就是也怎么说呢？那个金美林巴尊者也是有讲，相当就是在我们因果这一个前后感，我们就是出现与不出现这个方面来说到，如同就是飞往天空的这种鸟类一样，它就是飞的在空中很高的时候，它就根本就看不出来它自己的影子的存在。但是它降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么它的影子虽然还是在它的旁边，黑阴阴的就是在他的身边，所以实际上他的因子跟他根本就是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跟随着他的身体的旁边。就像我们也一样，只要是我们出现，就是只要有光，我们的因子都会看得到，然后没有光的情况下我们也看不到。那看不到呢，不说明是没有，有本身就有，而且也没有离开过。所以我们所造的一切业的这种业障都是存在的，一直都是跟我们一起的。但是呢，
我们到了刚好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非常明显的会出现在你的旁边，你挡也挡不到的。所以这样呢，就是主要是光出现的时候才会看得到我们的因子，但没有光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到因子，但这并不说明就是没有因子。就像这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造了很多很多的业，那么这些业都是我们不去做忏悔，忏悔的主要的能够可以在这个怎么说呢？厌烦对治里的怎么说呢？那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有好悔。好悔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好悔，就是要害怕，懂得害怕，懂得羞愧。为什么羞愧呢？既然我们这一次是一个人，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因缘，过去的一个诸佛菩萨上师三宝，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高僧或者是一个佛，他的祈愿感，他的这个摄属，所以我们就这一次得到了一个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人生。但也有这么多的不圆满，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么多的为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为一切众生我们没有办法付出，为三宝没有办法付出，为众生没有办法付出，只原因为自己付出的，而且是我们自己对我自己的说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欲望跟欲执贪心这么的严重，所以实际上来说到我们怎么说呢？不愧疚，不愧没有亏心，或者是没有愧疚，是吧？对。那么没有羞愧的话，那是不对的。我们不羞愧的话，这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虽然是人，但也是跟一个其他的畜生一样的，因为我们还不懂羞愧。我们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是一个高级动物什么就是人的那个什么就智慧高，什么能力大，什么等等等等这种想法，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实际上都是业力因果的关系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的过程当中，这次轮到了做一个短短的时间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人类时间的一个众生，人类众生而已。但这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执着就是金钱，然后亲人，然后敌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好与不好，喜欢与不喜欢，爱与不爱，然后就是恨，什么这个烟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断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思想的这种真性来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他的这个本质来说的，就像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垃圾桶里面的所有的垃圾，今天用一个搅拌机把它搅成怎么说呢？融合的情况下，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白色，哪一个是红色，哪一个是干净，哪一个是不干净的，是哪一个是乱掉的，哪一个还没有乱，都分不出来的。所以就是众生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烦恼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该放不放下自我，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要放下自我的话，就是能够可以放得下的力量，就是要后悔过去所造的一切业力。那如果是有些人今生有一些今生我自己所造的业力想得起来的话，那就更加的去忏悔，更加的去羞愧，更加的去后悔。如果不后悔的情况下，不会有忏悔的力量那所谓的后悔是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喝下了毒一样的，喝下了毒还没有断除生命的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喝下了毒，他会有多大的后悔他就是喝毒的这个当下，他就没有知道这是毒，而且他就不知道会
断除他的生命。所以呢，他已经喝下了。既然他喝下了，才知道了哦，我刚刚喝下的就是毒。那不久后呢，我的生命就没有了。那他那个时候会有多少的经障，而且是多大的一个耗费心。那同时呢，出现一个人说，这次有可能可以有一个解除这个毒药的这个方式应该可能是会得到一个解药，但是他需要一个条件，你就发一个愿，发一个誓，再也不喝同样的毒，你能做到吗？那他会怎么回答？那就是这个是肯定会做得到，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耗费啊，严重的耗费。但是我们的造业呢，就是比较来说的，就是比刚刚这个喝下毒的那个人更可怕的。他喝下了毒，他也许断除他的这一生的生命，但是众生的生命不止一次。我们过去也是获得过无量无数次的人的生命，也获得过无量无数次的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众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说生命才是最珍贵的，会有这种的想法跟执着，这是说的也是生命才是最重要，对不对？但是生命是很短暂，这个又不敢想而已啊。所以就是他喝下了毒，他只是失去了这一世的生命而已。但是我们造业，那就我们失去了永久的这个善的生命那么就是我们留下了都是一直不好的这个恶的生命，那就是变成地狱的众生、恶鬼的众生、畜生的众生，那就是获得人间人的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用，因为我们没有善的人，是没有就是这个心里没有善良的人，是不是什么好的动物啊？那这也是他的下意识，在每世都是在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就经常在很多工地上看得到的那种，这是浇那个混凝土的那种搅拌机一样，轮回就是一个搅拌机，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众生在搅拌机的那个桶里面一直不断的这样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在上面，有的时候在下面，但是上面跟下面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因果决定的那么因果决定的，在搅拌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石头也好，沙子也好，水泥也好，水也好，这些都是不是自己选择，在向上面的时候上面，向下面的时候下面，完完全就是以搅拌机的这个它的这个决定一直不断的在搅和，就这样的一个，我们轮回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业力因果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说到，我们造了业以后不耗费才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懂得耗费才是会达到愿幻对治离的真正的效果也没有以强烈的后悔心进行发露忏悔，则不能清净罪业。三句经云：发露忏悔，不复复藏。此外，大成就之格玛乔美仁波切也说，所以发露忏悔的部分呢，前面所讲的一样然后就是不复不藏，就是过去所造的一切的业力，自己所知道的部分都是要想起来。那么这个来说，就是上师金刚萨埵的面前呢，就是把全部都可以讲起来，想起来，然后就是不要隐瞒，然后就是不要这个隐藏都是完完全全就是在透明化的方式来去忏悔。然后接下来这个忏悔的方式，干嘛乔美仁波切所讲的，若无慧心忏不尽，往昔罪业如浮毒，当以大忏
未悔禅。前面我解释的部分就是这个3句的，就是内容差不多。如果是过去有人就是喝下了毒，然后就是不会有产生好悔心的情况下，也不会去找解药，对不对？对。那么就是要找到解药的情况下，那他肯定再也不会喝第2次的毒，对吧？对。那我们造业也是一样，当我们造业后，必须得要有一个好悔的心，采取真正的忏悔。那么真正的忏悔以后呢，就像我们就人家不会喝第2次毒一样，我们再不能造第2次的业。如果说我们就是首先就是忏悔的过程当中，有心里就是有计划再造业也没有关系，可以再忏悔。就造业之前都想造业可以再忏悔，有这种的心是不对的。